发是个浪漫的暗号，芍药腰无格，牡丹真国色，各种花入眼都给人不同的韵味。我没有偏爱哪一种，而是醉心于各种美丽的发。所以，当我逛到这间发店的时候，就丝毫没有抵抗力的被吸引了。你好，你好。哇，这店里面有很多新鲜的发哎。我们这边除了鲜花，然后也有一些干燥花。然后，就是这个主要都是干燥花，然后还有不雕花。对。然后我们这边呢，就是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小作品。对，像这个都是可以自己动手做的。对呀。被花香包围着，一屋子里的人都专注在诠释自己眼中的美丽。在菲菲专业的指导下，我才知道，对于永生花这门装置艺术来说，不同形状是有不同功能的。大一点的能当背景，小一点的可以放在底部支撑，而鲜艳的花朵则需要斟酌着放，才能够使整个作品有焦点。好，那我把最后这个放进来，这样可以吗？对，然后就完成了，你就可以把它完成了。这是我第一个完成的这个干燥花，很漂亮。可我看他们做的跟我不一样哎。对，这个做的这是什么呢？这是花环。哦，花环哦。对呀。是从哪里过来？我是香港过来的。真的，特别从香港到竹北这边有做这个特别过来的。对。因为我是客家人，然后客家话讲这个花叫做发，广东话要怎么说？发。对。哦，像是因为我今天特别来做，就是因为这个燥贴给发去唔会卡贴的，就是干燥花就不会卸掉了。像这句广东话要怎么说？乾燥花唔會凋謝。乾燥花唔會凋謝。对。哇，这些也都是你香港的朋友吗？很多是你从香港过来？不是，这是我自己旅行，然后我就看见老师的课，我想过来看看，送给自己一个纪念品，这样。我今天也是特地来竹北旅行，送给自己一个纪念品。照贴嘅花就唔會拆贴的，所以永生花的花语是永不凋谢的爱，真是我听过最浪漫的花语了。